主后2022年11月25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心怀不平的时阵，圣经诗篇113篇，咱对第1节做伙来听读到第9节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，上主的奴仆啊！恁着称赞，称赞上主的名。愿上主的名受称赞，对即时到永远。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，上主的名应该受称赞。上主统辖万国，伊的荣光比天较悬。啥人会当甲上主，咱的上帝比？伊坐伫至悬的所在。压落来看天甲地，伊对尘埃高声散赤人，对粪扫堆提拔欠亏的人，伊互因背叛贵族，甲本国的贵族做伙坐，伊互未生育的妇人人有家庭，做真济儿女的老母来欢喜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以上。心怀不平的时阵，一般人看到别人得到搁较好的待遇，还是机会，常常心怀不平，在想：明明我也真努力，为什么机会始终轮袂到予我？伫诗篇113篇，诗人上赞至悬上主，虽顾贫寒卑微的人。虽然上帝伟大无比，却俯首随时卑微者，用无限的疼做代志。诗人讲，伊对尘埃高声散赤人，对粪扫堆提拔欠亏的人。散赤卑微的人，常常互人看袂起，却是上帝上乐意救拔的人。毋仅安尼，上帝阁互藐视的人受敬重，互困苦的人有喜乐。伫人的想法内面，努力甲优秀的人，你当得到好的职位甲头衔。上帝却颠覆人的想法看法甲世界的规律。伊常常对互看袂起、无地位的人中间，竞选人来做伊的器具和领袖。耶稣伫世间传道的时，所谈论的百福，就是伫重建上帝国的特殊，也挑战人所设定的阶级甲地位。耶稣讲，心灵散赤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即款人的。愿意承认家己灵性散赤，比为个人灵性骄傲得意的人，搁较会当体会家己需要上帝，搁知影着倚靠伊。真侪互上帝重用的人，拄搭开始也是散赤和卑微的。耶稣呼召的门徒，大多数也毋是来自名门贵族、家世显赫的家庭背景。这人中间有学识甲智慧的人也无济。伫世间人的目睭中，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、平凡无奇的人。总是上帝却拣选因、重用因。人的价值甲伊的财富和出身背景并无关系。每一个人的价值，拢是上帝亲自赏赐的。详细观察一片一片加落来的叶仔，因的形状甲纹路，无一片是一模一样的。相款的，每一个人伫上帝眼中也拢是尊贵阁有价值的。虽然无相款，毋过也无因为安尼就影响上帝所予伊的价值。
事实上，伫还未得救之前，咱每一个人袂输是尘埃内面的一粒沙子，若毋是上帝的恩典，透过耶稣来拯救咱脱离罪恶，咱怎通享受遮尔大的怜悯，成做上帝的儿女，通享受甲主同坐道的恩典呢？看来，只有恩典才会消除心怀不平甲比较的心态。英国解教家布莱德福捌讲过，一位加尔文主义者某一日行伫路呢，拄到一位醉汉倒伫水沟仔底，其他过路的人看到这位酒鬼，拢用鄙视的眼光伫看。这位加尔文主义者说讲，若毋是上帝恩典，倒伫遮的人也会是我。一生拥有丰富著作的南非宣教师曼德烈讲：莫问咱的兄弟是毋是会堪得着疼，上帝对咱的疼，就是对毋值不配的人的疼。默想，咱常常安怎看待遐个社会上较边缘也是落魄的人呢？咱常常安怎看待遐个社会上较边缘也是落魄的人？做伙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求你帮助我，会晓用你的眼光来看周围所有的人事物，互我无搁心怀不平，无搁凡事比较甲埋怨。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